续来看这个武汉肺炎冲击到消费市场，嘛使得猪肉大落价。去年的中秋1公斤72块，即摆落甲剩57块，已经来落破到饲猪仔的成本62到65块，嘛来创下着10年来上低的价数。猪农再袂调了，再去烧酒到立法院去တင်情。全民抢救猪农。猪农大声喊口号，因为加价猪肉进口，加上武汉肺炎冲击消费市场，必须价数大落。农委会已经评估错误，我就是这种情形听政府的话，赶紧来征用。108年的进口量是有史以来进口最多的，有些是1个月单一进口量就1万吨了。去年中秋节了后，毛猪的平均价数对每公斤72落到60，今年2月初到24，台南每公斤平均价数落到56.05，婚啉酒55.78，若是较低的，饲猪成本62到65，嘛创下10档来新价。目前猪源真正贵升，咱台糖一日拢阁出600只。今年的1月份跟2月中以前是完全没有让台糖的猪只上市了，调整生产目标。将我们的生产养猪头数从810万调到785万。去化预量猪只，我们大概会分2部分，一部分是种母猪，一部分就是各位提的仔猪。农委会嘛讲，目前进口量已经减少40%，政府嘛透过纾困预算提供1档免息的价利贷款，嘛呼吁冷冻加工业者会当加采买国内猪肉生产罐头。